我有一段經文想同大家讀出嘅。呢段經文咁講，耶穌說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點解記念到一件事係也必復活？因為呢個係耶穌自己講嘅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應許啊！咁我哋一齊唱一首《耶和華是愛》啊，好嘛？我知道我哋家人咧好多都係詩班嘅，咁所以我哋都唔難去做呢樣嘢噶啦。好嘛，我哋一齊唱《耶和華是愛》。耶和華是愛，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，神令我醒出心中的幽暗，共度每一天。耶和華是愛，在困境中他保守人邊，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，在危難也不會變。在世間主恩與共，他的愛存在常無盡。神為我施恩惠，保守勉勵，共同到此世。耶和華是愛，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，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裏，在危難也不會變。好，一個好好嘅地方，一個好舒服嘅地方，讓咧一陣間我哋都會將遺囑嘅骨灰咧都撒喺呢度，讓咧呢個地方咧係滋潤呢個地方，能夠成為一個祝福人嘅地方。好，我有一段經文同大家讀出，呢段經文大家好熟悉，係詩篇嘅第23篇，亦都係我咧喺阿偉忠臨終嘅時候咧，我都喺佢耳邊去讀出呢段經文。呢段經文裏邊咁講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嘅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甦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。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嗱，呢度詩人咧再一次提咗我哋一件好簡單嘅事，就係當嗰個嘅詩人自己喺一個困難嘅情況底下，佢見到上帝就安排咗一個好好嘅青草地俾佢，能夠喺個青草地裏面食草同埋飲水。原來真係喺當時曠野或者喺以色列嘅巴勒斯坦地嘅地方咧，好多個地方都係一個好乾旱嘅地方，但係好難揾到草地，更加唔好講水塘。所以主好好喺阿偉忠離開嘅時候，我記得前2日佢都仲同我哋，即係同我哋喺度講，佢話我真係唔覺得痛，係完全大家都知道係冇乜可能嘅情況底下，佢係完全唔覺得痛而被主接去。呢個係上帝俾佢一個好特別嘅祝福，所以我哋好感恩，我哋一家人，我哋一班嘅弟兄姊妹係同佢一齊去經歷呢個嘅難處，但係呢個難處過咗啦。